主后2023年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请你离开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第1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亚伯兰带伊的某甲伊所有的，对埃及去尼吉夫，罗德嘛甲伊做伙去。亚伯兰的前生金银真济，伊对尼吉夫渐渐往彼得利迁徙，到彼得利甲埃的中间，就是伊以前搭步边去这段的所在。亚伯兰伫遐求叫上主的名，甲亚伯兰做伙去的罗德嘛有牛群、羊群、步边。直到迄个地区无够通互因做伙徛起，因为因的财物真济，袂当做伙徛起。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常常冤家。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住伫迄个地区。亚伯兰甲罗德讲：咱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嘛毋通冤家。因为咱是一家人，全地拢伫你的目睭前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去倒边，我就去正边；你若去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罗德抬头看约旦河往索尼方向一片的平原，水源充足。迄个地伫上主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以前，亲像上主的园，亲像埃及的地。罗德就经约旦河迄片平原，迁徙去东边，因两家就分开。亚伯兰住伫迦南地，罗德住伫平原遮的城，渐渐迁徙去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非常邪恶，大大得罪上主。罗德离开了后，上主对亚伯兰讲：你抬头对你徛的所在往东西南北看，你所看到一切的地，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。我嘛要互你的后代，亲像地上的土沙遐济。人若会当算地上的土沙，才会当算你的后代。你起来行透即个地逐所在，我要将即个地赐予你。亚伯兰就迁徙去希伯伦，到瓦郡万利遐个上树的所在徛起。伫遐，伊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。以上，请你离开我。亚伯兰回应上主的呼召了后，就带伊的某甲侄仔罗德继续向前行，来到迦南地。毋过，毕竟因各自的财产甲仆人，对着各自拥有的牛羊增加，双方的牧者也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拓牧地，开始发生争执。所以，亚伯兰向罗德提出分手的建议，因为伊看罗德是至亲，无希望彼此的牧者继续不断争吵。既然分手势在必行，亚伯兰出于疼侄仔的心，交出选择权，互罗德大声选择想要徛基的土地。遮尔理性的分手实在真难得。亚伯兰甲罗德的分手比较较像今仔日咱所认知的分家。虽然亚伯兰和罗德本是一个大家族下面的两个无共家庭，总是亚伯兰对待罗德，还亲像老爸对囡仔。
安尼。阿必然看到家己的牧者和其他的牧者有摩擦，互伊毅然做出分家的决定，搁互其他优先选择权。对比现今的社会，常常看到人为着分家家庭拆理，也是讲为着争夺遗产，手足对簿公堂，法院相告。对这来看，必然无论伫古代也是现今，拢通讲是分家的模范生。毕竟当时的文化，一切拢是长辈士大人讲的就准算。分家的时，也是长辈士大人有主导权。总是必然却甲选择权交互晚辈，因为伊看罗迪是至亲，无愿意彼此争吵失和。必然对罗迪讲，全体拢伫你的目睭前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去倒边，我就去正边；你若去正边，我就去倒边。人总是惯势为家己争取上大利益。罗迪真无客气选择伊看做好的约旦国平原，因为这边平原的水源充足，哪像爱甸园。罗迪离开了后，上帝阿必然显现，应允要互伊所看到的土地，拢赐互伊甲伊的子孙，佮应允伊的子孙要亲像沙遐尼济。所以必然迁徙去希伯伦，也起做祭坛敬拜上帝。不论分手还是分家，拢是看若真容易，却是真困难的代志，因为有真侪需要考量的情况。除了情感上的毋甘，也有金钱利益上恶的挂涉。伫这个前提下，分手难免互人有依依不舍，也是愤愤不平的情绪。和平理性的分开，真正无容易。对伫分手这件代志，必然为咱做好的模样。当伊交出选择权，无甲家己利益看做首要，结果反倒得到搁较侪的祝福。这个祝福是上帝主动赏赐的。分手无一定是毋好的，有时阵反倒会当寻到搁较侪的福气。伫该分开的时阵，毅然决定分开，是明智的决定。伫会当选择的时阵，交出选择权，却毋是容易的代志。必然因为知影上帝所喜悦的是甚物，伊选择放手，反倒互伊得到搁较大的祝福。愿上帝帮助咱。交出选择权，毋是取决伫家己的意爱，是为着上帝的欢喜。默想，我通用上帝欢喜做选择的依据，伫该分手的时阵做出智慧的选择无？我通用上帝欢喜做选择的依据，伫该着分手的时做出智慧的选择无？咱来祈祷，赏赐一切的上帝，求你互我必须着做选择的时，有智慧判断对错，行所着行，得你的喜悦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